来看另外一搭灾区南环公路，因为顶一日风太落大雨，土石放落来转转去。目前是已经有修理出一条车会当过的便道，通好送物资入去内底，互部落的居民。不过，即阵这居民嘛发现讲，南环新母路口水头水路是去互土石顶掉的，惊讲嘛会变做崩山湖。林保署是讲，这水路是无规个塌死，目前未变做崩山湖。 长期的南环公路东段，目前已经铺好互车行的便道。不过，伫南环山区的蛤蟆部落对面的山壁，有会当看到山头的土石继续咧落落来。伫顶个月27日，东县府就发现土石落到山谷的新母路溪，加溪道塌掉咧。虽然山谷距离当地部落关渡阁有大约100公尺，但是居民烦恼讲，若是溪流塌掉咧，又搁熊熊落大雨，水尾产地可能会受灾害。 到现在还在还在看呢。我们是还好，被危害的应该是出来那个稻田了。林保署地动分署测预搁在进行空气的检测，发现溪谷已经有水流出来，水位也继续下降，暂时未形成崩山湖。回堵的区域水位明显的下降，河道中有明显的沙洲，显示逐渐的已经恢复到自然的河道状况。 林保署地动分署强调，新母路溪水头土石放落来的量体有9.8万立方公尺，目前渐渐互溪水抢走。原来这个地点离水尾的初来桥有16.5公里，未马上有危害。会继续监控发现问题，会提前预警通报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